实在袂堪住啦吼。今仔真欢喜，甲咱富强教会，咱做伙兄弟姊妹吼，咱做伙来敬拜上帝。确实咧，我差不多一礼拜外前吼，去跋一倒啦，去运动的时候去跋一倒，即个哭着下怀啦吼，所以乌青啊足严重，所以好你家在有即个喙暗通挂，所以你拢无感觉。请英文歌吼挂一半啦。即个面头面顶的拢会当看吼，下骹吼拢袂看住，增加吼，嘛乌青吼，请咱安尼谅解吼。我的小学即个6年的时阵啦吼，我小学6年的时阵，我的老母就破病过身，我的老爸老母拢是学校国小还是国中的老师吼，所以老爸伫迄个时阵就一个人来养饲这4个囡仔吼，其中有一个就是拄夏牧师讲的。吴锡昌牧师吼，其实阮兜吼是我的爸爸嘛是台湾新航医毕业的，总是迄当阵教会去互日本人关起来，所以就变做无头路，去一个国小做老师吼。我的姐姐嘛是台湾新航医毕业，我的兄哥做头路了后。才开始去读新航医，所以伊60岁才做牧师，吼。所以伫我的家庭内底，真正感谢上帝，上帝祝福满满。我总是伫迄个时阵，我大学的时阵，我的学费吼是透过学校的校务室吼，的免利息的贷款。来纳的啦，因为一个国小的老师要养饲4个囡仔吼，无遐尼简单吼。也当时的教会牧师就甲阮教导讲，恁着爱学习1/10的奉献。所以我就伫迄个时阵开始，就乖乖每一个月奉献120块。因为爸爸给我1200块的生活费吼，但是这个1/10的奉献，真做我一个入门啦吼，天国财务受用的入门第一课。对迄个时阵，我就遵行这个11奉献到即嘛，今日。那按即马来算，已经是120块的1000倍啊，10000倍以上。感谢主，伫迄个时阵就互我会当体会，咱所敬拜的上帝是活活的上帝。上帝的话是遐尼真实啊！这记载伫马拉基书顶面写的，讲你若1/10奉献的时阵，多谢咱的这个，甲我是好。马拉基书写的讲，恁着将当纳的1/10啦专联送入去仓库，互我的家有粮。这个原则，其实这个原则毋是对我讲的。这个原则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今仔日你嘛会当真做这个原则的学生啦，你嘛会当来学习。上帝还佫讲安那呢？讲你若毋相信吼，你会当试呢？你若无相信上帝，还是讲你无相信即句话？伊讲你会当试啊？
你试看卖哦，咱食物件拢会试食吼，你试看卖，食了若爽快的时阵吼，含你食吼，你再大喙甲食吼，无要紧。咱的上帝是安尼的上帝，伊佫讲吼，你毋免烦恼，伊要拼天通，迄个拼福气互你。可能咱的兄弟姊妹会讲啦吼，讲哇，伫教会内底吼，上好莫讲到钱啦，吼，上好莫讲到钱，讲到钱就伤过俗世俗去啦吼。但是请咱大家吼放心啦吼，我今仔日毋是要甲咱讲俗世的财务素养，我毋是甲咱讲俗世的。我要甲咱做伙来谈论的是天国财务的素养。迄个天国财务的素养，当然甲俗世的财务的素养完全无相。所以，假使咱若教会，咱若无讲这个代志，咱的兄弟姊妹呢，都是去世界学习迄个世界的财务观念。结果世界专门的观念，也是讲伊的制度，甲天国、甲上帝、甲圣经内底写的完全无相。所以请咱做伙来读看卖，圣经内底也是天国的财务的素养是啥物？其实圣经内底有足侪财务的规则啦吼。咱一定爱认真拍拼来学习，敢毋是？咱特别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是上帝祝福的子民，咱是上帝的囝，咱更较着爱来学习天国的财务的素养。所以，请咱若是感觉你心内袂平安，讲吼教会毋通讲钱财的问题吼，请你忍耐一下。会后吼，你若有啥物意见，咱再来讨论吼，我嘛真望咱会当共同来学习这个天国财务的素养吼。圣经内底有提到真多即款的规定，天国财务的规定哦，也是讲原则啦吼。你若照咧行，你就会成做一个有天国财务素养的人啦。像今仔日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讲，提到这个原则。伫顶个月吼，伫北门教会，咱的台南中会吼，嘛办一个演讲，这个教育的题目，迄个牧师是王牧师吼，王灿成牧师。伊甲我讲，咱要教育咱的兄弟姊妹吼，这个财务的素养啦，结果我就用天国财务素养，我伫遐讲一档，我知影迄天咱教会立荣老师拢有去吼，佫有几个人有去吼。我原底是想讲，无我就佫开罐头安尼，甲咱分享啦吼。但是因为因去啊吼，所以袂使佫讲同款的代志，所以我今仔佫换一个经节。我原底是讲迄个5000、2000甲1000迄个故事吼，我今仔换一个故事。圣经内底真正是真丰富，伫圣经内底也互咱看出。圣经有2350节讲到理财的关系，讲到钱的关系，是咱无有了会遐尼济啦吼。所以也因为安尼，我当时接触到这个课程的时阵，我深深受到感动。所以我甲上帝讲吼，我人生下半场。就奉献予主，来专门推广圣经内底的理财观念。所以伫这段中间，也有机会来到咱富强教会，
甲兄弟姊妹，侪人做伙来学习即个圣经内底写着财务即个问题，吼。毋茫透过安尼，咱会当去搁较了解，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到底上帝伫理财伊的想法是啥？你若毋知的时阵吼，上帝伫理财伊的观念，还是伊的想法是啥的时阵，你若毋知的时阵，你会真无彩啦。上帝的祝福要互你吼，你煞无法度接受。甲亲像讲你是甲迄个龙珠的故事，你会记住无？龙珠的故事，伊老爸是足有钱的啦，但是伊讲好，我的份业我摕来就好啊。哦，伊就无看到老爸迄块。小想，咱好好来学习了解，到底咱的上帝是安怎想伫即个部分吼。好，咱来看即个圣经节，路加福音16章吼，有讲到，有讲到吼，是有一个不义的管家，即个不义的管家是互人指责讲伊浪费主人的财物，吼，所以要甲开除，吼，叫伊将遐账簿吼，遐手册账簿拢交出来安尼。即个管家心内想讲，哇，头路无啊咧，我阁无力通做菜，哦，去甲人讨食，阁无面子，哦，所以我是要安怎办？哦，伊就开始想办法啦。所以伊就讲，哦，趁即个交接期这段中间吼，我一定要做一寡代志。做在这代志要创啥？互我以后我若无头路的时候，我还阁会当活着，我还阁会当靠这个时阵，我会当用的吼，的管理来做啥物款的影响力。所以伊甲遐个欠主人坐遐个人甲叫来，一个叫来，哦，伊用拍折的方式，哦，拍折的方式，你欠100少，就剩80少，哦，你欠油100桶就剩50桶，吼，安尼的方式来争取人情啦，来争取人情，互人袂因为安尼，吼，以后伊出去就无头路啊，吼，无通食呢，吼，会当去讨人情转来安尼，这是当然，即马即个经节吼，真侪人有争议啦，讲哦，即个安尼，若照即马目前咱看这伊是贪污嘛，吼，总是伫迄个时代，咱可能会当体会主人将财产互管家的时阵，伊嘛无甲算小算甲真啦，吼，就是讲好，我即个资产互你，你甲我管理，到时趁济趁少，一定爱趁转来，安尼就对啦。但是趁济趁少，主人大概不在意啦，所以伊会当，你原底欠100少的，好，剩50少；吼，你欠100桶的油的，好，剩50桶。安尼的方式来处理，结果这个主人竟然甲包装啦，竟然包装讲，哦，你哪遮巧，吼，你哪遮巧，会晓用安尼的方式来争取以后伊的生活，以后的价值，以后的机会。耶稣就是这个中间讲，咱诚做伊的囝子，咱爱学习这款的不义的关系，足奇怪吼！伊不义啊，变做咱爱学习吼，真大的，互咱感觉真奇怪。总是伊这款的做法，诚做咱爱去了解讲，咱面对现代的钱财不义的钱财的时阵，咱需要安怎来处理？吼结果耶稣佫有讲啦，吼，讲恁若伫不义的钱财
无中心，迄个红字的所在吼。什么人也甲迄个真实的钱财来托理管理？吼，即个底有一个足大的、足奥秘的天国财务的法则吼，啊出现对比啊，吼，一个对比的名词，一个对比就是不义的钱财，甲真实的钱财两款。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啊，什么是真实的钱财？啊，伫英文的这个新的翻译，讲这不义的钱财就是现实、现金、金色的钱财。所以，金色的钱财啊，甲真实的钱财有啥物差别？什么才是金色的钱财？啊，什么才是真实的钱财？请问，这是真实的钱财，还是不义的钱财？这不是假哦。好，啊，这是真实的钱财，还是假的钱财？还是不义的钱财？好。假使你若摕这1000块去跋筊，去做歹代志，这1000块是啥物钱？不义的钱财，敢毋是？总是你若摕这1000块去做有价值的代志，这是啥物钱？这是真实的钱财，这是有路用的钱财，敢毋是安尼？所以，咱爱会晓学习。咱毋是讲这钱，安尼这个臭铜钱吼，真咱卖去插伊，毋是。耶稣讲，恁伫即个钱财顶面，就是金色钱财顶面，恁就爱忠心。了后，你才会晓去用真实的钱财。这是耶稣伫即个所在，甲咱学习，叫咱爱学习的啦吼，也。你若伫即个代志顶面无忠实，你无法度去体会什么是真实的钱财，所以你就无分伫真实的钱财中间。其实上帝予咱的资源是足济，上帝予咱的资源足济，但是你若无看重你家己本身的钱，你拢无注意去处理的时阵。还是讲你用贪财的心去处理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得到真实的钱财。上帝都唔敢将真实的钱财交代你。啊，所以什么是真实的钱财？顶礼拜、2礼拜前是嘞，2礼拜前，大湾教会，请咱个下一章。大湾教会吼130周年的庆典礼拜啦，大湾教会吼啊，迄个洪牧师真用心，找出130当前奉献即块教会土地2位会友，啊去找因的子孙，啊邀请因来参加即个庆典。啊，这两位呢，一位是叫做李必长老，另外一位叫做张公海兄弟。啊，这个张公海兄弟，伊的子孙吼，其中有一个人甲咱足有关系，就是张希道长老。敢是咱的？咱的长老吼。张希道长老，啊，因为阮太太迄边，阮丈人吼，嘛是另外一个李必的子孙啊，所以我嘛受邀请去参加啦，所以阮就共倒食饭啦，吼。我深深体会130当前，这2位
因用迄个时阵的钱，减菜无济，啊减菜真济啦。哦，伫咱看可能是几万块，还是几十万啦吼。啊，奉献即块土地，你看伊奉献了，因本身伫即个教会聚会得到祝福以外，安尼130人来，足侪人伫即个教会受到祝福。毋若即个教会会友兄弟姊妹受到祝福，阮遮的子孙吼，嘛因为安尼受到祝福，所以，互我想到讲，咱要安怎用今世的钱财来成做真实的钱财，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咱爱去学习。圣经安怎讲？假使你若伫今世的钱财无重视，世人也会把迄个真实的钱财来托付，互你管理。伫即个不离的管家的比喻中间，咱看吼，伊的即个图，即张图就是两边啦吼，迄个下骹两，迄个咧正手啊，迄个两边一个就是李密长老伊的干仔孙，孙，甲迄个张灵牧师吼，伊即马伫天桥教会做牧师吼，张灵牧师吼，伊代表去接受吼，去种即丛生命树吼，阮拢大家拢参与真欢喜真感动啦吼。好，刷落。伫即个管家的比喻中间，有一个足重要的天国财务的原则，就是主权伫上帝，主权伫上帝。亲像路加福音16章的主人，伊才是财产的主人，拥有者。这个管家咧，只是管理主人的财产的人，一个管家尔。所以主人将伊的财产的部分专权交代予这个管家来管理。通常伊若是安尼真敖管的时阵，主人袂甲注意讲你趁济还是趁少，主人敢若上在意是安你有浪费无？吼，还是讲你有用心去经营无？也是讲即个主人真上惊的，就是讲即个管家会偷摕，也是占领即个主人的财产。所以耶稣讲，即个比喻的主人就是上帝，上帝是咱所有的拥有者。敢若圣经内底讲的讲即个地甲其中所有的拢属伫上帝的，拢属伫耶和华。上帝将地上所有的拢交代咱每一位，咱在座每一位，毋但咱在座交代世间人来管理上帝所享受这个土地、这个世界、这个万物。小常上帝嘛是咧看讲，你是不是有用心来管理？安怎用心？你是不是伫小事上忠心，小代志的面顶忠心？因为小代志的忠心，你伫大代志就忠心。你伫今世的钱财，即个1000块，你就有法度真细致来面对。你嘛会当100万、1000万，你嘛有法度真细致来处理，敢是安尼？所以，咱的主人，咱的上帝。对咱的要求，毋是你趁济还是趁少，因为这拢上帝的，所以伊毋是看重咱你趁济啊趁少，伊是看重你有忠心无忠心。所以这是咱足爱去面对的事，因为咱世俗的理财拢是咧关心讲你趁济还是趁少。
所以这是咱爱足细致来面对吼。啊，这款的素养，其实上帝天国的这款的财务的素养，甲俗世的素养是足无相啊，完全无相吼。伫咧世上有真济的财务的制度，啊，互人拢掠做吼，咱是财产的主人。啊，俗世的制度讲，这厝是我的吼，啊，所以所有咱即马目前俗世的这个制度内底吼，拢财产我的，皮夹子里面的金钱嘛拢我的，所以我高兴怎么花，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敢是安尼？哦，煞变做这个情形。但是圣经安怎讲？圣经讲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其中的拢是属耶和华，所以咱用这的是上帝的钱啊！啊，那你若用到上帝的钱的时阵哦，你就爱较细致用，敢毋是？好。伫诗篇50节的时阵，还佫讲到，因为树林中的百兽吼，嘛是我的；啊，千山上的牲畜嘛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拢知；野地的走兽，也拢属于我。我若骄傲，我毋免甲恁讲，因为世界甲其中所充满，拢是我的。检采有人会质疑啦吼。检采有人会质疑，就讲啊，明明法律是安尼规定啊，这财产是我的啊，敢是？啊，你安尼讲吼，是毋是伤过古板的啊？圣经是毋是伤过古板啦？吼，无合现代的社会啦。不过，我要甲咱做伙来探讨，就是圣经佫讲一句话，讲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所以你伫世间趁偌济，你一角你都无法度早去天堂，因为这拢上帝，这拢上帝咧控制，拢拥有者是上帝，不是你，不是你。所以伫安尼的情形下，咱爱改变一个观念，讲哦，我即马所有的拢上帝，啊，我要安怎来处理？好，无相哦。我拄仔讲，这拢上帝的，哇！啊，这嘛上帝的，吼、啊，佫啥？我看遐我有啥？佫一台车，这嘛上帝的，这拢上帝的。啊，好，啊，你来管理的时阵，你要安怎处理？你是安怎来管理这物件？所以对咱来讲，咱爱体会上帝交代这个代志，互咱做，到底咱爱安怎处理？其实，你若有这个观念，你若了解讲这个法则，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毋是像创造的，是上帝伫咧创造天地的时阵，就已经定了啊。所以咱是照迄个时阵的制度，一直到即嘛，拢相像。虽然咱人的这世界有无相款的制度，总是人若过，还是讲国家若过，还是讲这个制度若过，啊，就佫改别项的制度。亲像讲，这土地是我的啊，咱台湾人讲这土地拢咱的啊，敢是？因为寄伫你的名，敢是？但是伫中国大陆都无像啊，敢是？中国大陆人民不可拥有土地啊，所以平平拢是这个亚洲的国家哦。伫台湾讲土地咱会当拥有，但是伫大陆都袂当。啊，迄是啥物原因？迄是制度的原因，毋是啊，啥物制度才对？拢是暂时的。上对的是啥？是天国的制度才是对的，敢毋是？所以咱学习，咱毋通
干那学习这个世上这个经济的制度尔，咱一定要体会到底上帝的想法是啥。好，上好是咱搁转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阵，迄个制度，这才是咱应该要学习的吼。世界如何？其实世界安那变化吼，拢袂通脱离上帝的制度啦吼。这个制度才是因为安尼的制度、安尼的物件、安尼的真理，才是咱爱追求的吼。所以无论你是毋是基督徒，咱拢爱学习这个天国财务的制度，互咱成做一个有天国财务素养的人吼。好，搁续落，要甲咱分享一个观念来，就是讲上帝创造咱，因为所有拢上帝，但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搁创造遐尼侪兄弟姊妹，遐尼侪人伫这个世界，你伫上帝甲世界万物甲世间人中间，你的角色是啥？你的责任是啥？我用这个图，互咱做一个参考啦。咱甲上帝的关系，上帝是创造咱的上帝，是咱天顶的爸，伊掌管，伊是掌管的，伊所有的拢伊的。咱需要常常来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天父，来领受伊的祝福，伊的救赎。所有的人拢无法度脱离伊，无法度脱离伊来活伫这个世间。人人拢需要耶稣，人人拢需要上帝，人人拢需要天父，拢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互咱免伫沉沦，得到永生。这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人的关系咧，咱甲世间人的关系咧。咱甲世间人的关系，咱爱认清哦，咱是罪人啊。虽然咱是基督徒，咱是教会主会，咱是上帝的囝，总是你嘛爱承认，你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咱相常也阁会犯罪，敢毋是？所以咱家己爱承认，咱是也阁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将咱的罪定死伫十字架，已经赎回咱的迄个罪。所以咱虽然是安尼，咱是蒙恩的罪人。伫安尼的时阵，咱真正爱伫上帝的面前爱谦卑啦。所以圣经甲咱安怎讲？讲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咱甲人的关系，咱爱会晓去体会，咱拢是不足有限的人，咱要安怎透过安尼对人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这个社会的基础。你若无信心，这个社会都是乱。那亲像即卖中国大陆，迄人甲人做伙，无法度信任啦，这足可惜。所以信心诚做咱甲人甲人中间的一个足重要的基础。所有的商业的基础嘛是建立伫信心、信用，就是这个基础顶面。所以透过安尼，咱爱对人有信心，但是对方是罪人啊，对方是不足的人啊，对方是有限的人，咱拢爱肯硬望。毋讲伊今仔日做了毋对的代志，甚至是伤害你的代志，耶稣嘛讲赦免人的辜负，亲像
主下面咱会辜负自己。所以咱对人，咱一定拢爱有存迄个仰望的心。了后，咱就爱有疼心。所以人甲人做伙的时间，咱甲兄弟姊妹，咱甲世间人、世俗人也好，相像，咱拢爱有即款的仰望，即款的这个疼心吼。好，咱搁回过去吼，回过去讲这，咱甲万物的关系搁如何？咱甲万物的关系，你一定爱珍惜上帝创造的万物。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就是要供应咱，成做咱的食物。所有的食的物件，无法度往人做出来，拢是上帝赏赐予咱的。咱食的物件吼，稻啊，咱敢无法度做米，人造米，敢无法度？无法度，拢是上帝赏赐吼。所以咱爱管理这万物，来珍惜这万物，上帝赏赐。所以上帝佫爱咱安怎？爱咱生养众多。稻啊，本身咱爱佫去种，吼，佫较侪人得到福气，吼。所以咱就爱伫个疼上帝、疼世间人，甲疼这个土地，大家爱重视，吼。所以这是上帝当时创造天地的这个一个大原则，也是上帝爱咱活伫这个世界的目的。佫较是咱应该活出迄个天国财务原则的迄个素养啦吼。圣经其实一开始就咧讲人，一开始就咧讲人的角色，就是人的角色，就是要做管家来管理这个世界。圣经讲吼，咱就是管家。伫个创世纪1章28节安尼讲，上帝就赐福予因，对因讲：恁着爱生养济济啦吼，生团济济，遍满地面，佫治理这个地，佫爱管理海鱼、空中的鸟，甲地上所有的活物。上帝做人类，创造人类是要赐福予咱，赐福气予咱，这是伊的目的。咱活伫这个世间，毋是无缘无故吼。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命定伫咱遮，咱拢是宝贝。圣经讲，伊创造人以后，就赐福给他们，哦，就赐福给他们，佫指派人仆予因，哦，爱生养众多，哦，所以咱人类共同的任务就是管理上帝伫这个世界所有咱要交代咱或者的资源，哪亲像咱是一个上帝所指派总经理的身份啦。总经理的身份是甲迄个管家相像，拄好讲迄个不义的管家相像。上帝是交代你，爱你忠心，上帝可能无在意讲你趁济啊趁少，上帝看的是你有忠心无忠心。所以人对伫管家的教导，就是讲你有忠心无忠心，你毋免做安尼读博士哈，你才会当做管家吼。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的管家，因为这毋是你能力的问题，是你的意愿的问题，你袂无安尼吼。好，最后要甲咱做结论进前，咱做伙来体会吼，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真多的问题，拢甲钱财有关系。所有的问题拢甲钱财有关系。你敢知影？家庭、婚姻若出问题，上大的问题伫倒位？钱的问题。上大的问题，钱的问题是啥物问题？毋是无钱哦。夫妻对钱财的观念无相，
迄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吼。但是家庭中间，咱要安怎面对这个问题？倒转来，天国财富的所用，咱用上帝的原则来，用安尼来起造咱的家庭。所以家庭的问题是安尼。过来，中营中学这几档出问题，虽然是少子化的问题，总是伊的问题就嘛是出伫财务的问题，嘛是出伫财务的问题。吼，毋然安尼，咱的世界足侪拢是财务的问题啦。吼，像讲日本30档来景气拢足歹，30档哦，什么问题？嘛是财务的问题，嘛是债务的问题。吼，啊，好，即马咱来看中国，中国的问题更较严重。中国即马倒闭潮吼，即马打才开始尔，打才开始，到底会变做什么情形？大家拢毋知。美国已经迄个警告所有美国的厂商较紧走啦，所以美国无随时动讲好，安尼我无爱甲你做生意啊。伊是动到当时，你就安怎走，啊无你就我就无要插你啊。所以中国嘛是财务的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真困难。总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上帝安怎讲？就是上帝伫早前就甲咱讲，上帝所定的诫命、律例、典章、规定、制度，上帝的制度是上好的制度，是上界完整的制度，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福气的制度。这款的财务原则，咱爱会晓去面对，咱爱会晓去学习，知影安怎来做。吼，所以我今仔日甲咱讲的是一部分尔。圣经内底这款的财务的制度真侪，啊，我今仔日甲咱讲4项尔啦。第一项是11奉献，无讲到理论啦，就是就是献尔。吼，第二项是讲到金钱钱财，你都爱重视。第三个原则就是讲，你爱知影咱所有的财产拢上帝。第四项就是讲，咱的身份是管家的身份，咱毋是主人。哦，这4点，请咱记咧。哦，啊，当然毋是干那4项尔。吼，最后，咱做伙来看一节的圣经节。就是《申命记》30章15到16节，伊安尼讲，看我今仔日已经将生甲福、死甲祸，拢摆咧伫你面前，吩咐你听你的上帝，遵行伊的道，谨守伊的诫命、律例、典章，互你通顺活，人数增加。耶和华你的上帝就要伫你所要去的得为业的土地来赐福你，这个天国财务制度的规范，请咱做伙来学习，来活出一个有天国财务素养的人，咱才有法度运用灵活来运用上帝所赏赐予咱这么多的资源。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互阮这么大的资源，徛起伫这个世界。你也任命阮是不足的人，但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互阮体会你的心意，来学习你爱阮怎样伫这个地上徛起，是祝福的，是活的，是够永生的，是有价值的。求上帝你祝福伫阮的中间，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